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大甲智勇高中的水电艺术科，成立着爱心的服务队，到学校附近的社区，帮独居老人、甲弱势家庭免费来修理水电。除了回报社会之外，嘛希望让弱势长辈安心来过年。 其实业的修理插座骹手真溜练，因不是一般外口的水电师傅，是一名读大甲区智勇高中水电技术科的学生，伫老师的带队之下，去到附近的社区，帮助10户独居老人、甲弱势家庭，免费替因修理水电。 可以用自己学的东西去帮助别人，就觉得很有意义。将日常所学的来这边实地的应用一下，也会从当中发现到一些日常学习的时候没办法发现的问题。 不管是水道头漏水、线上去排水故障，还是插座的问题，这拢考验袂到，为学生早就摕到这个检定的证照啊！这摆透过社区服务的方式，除了会使发挥因的专长回报社会以外，嘛希望好弱势老大人安心过好年。20多年啊嘛，拢无修理啊，全班的学生甲校长甲老师来甲帮忙。 校方嘛表示讲，希望学生会使发挥学用合一的服务精神，帮助弱势家庭提升家计安全甲生活品质。